无尽教授，还佫有各位今仔日要来甲咱分享的先生平安。咱即马即个活动是台文博览会2024台文作家系列讲座单雷短篇小说的文学地景第一回，讲者是无尽教授，佫有新台台语师资班马国的成员。咱即马时间是12月14下晡13点到15点，这是台湾时间。阮瑞士的时间是早起6点。这个活动的主办单位是台文博览会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老台语瑞士台语社、世界台湾文化论坛、高雄文学馆、新台台语师资班。咱即届即个讲座会分做2场，结合新台台语师资班、马国班、进阶台语阅读甲写作课程。咱的学员会来分享单类短篇小说内底的文学地景。今仔日是第一回，后礼拜同一个时间是第2回。好，咱活动要开始，讲座要开始进前，请互我来分享一下，就是咱台文博览会。台文博览会逐个月拢有全台语的讲座、台语文的课程，佮有台语开讲会甲台文读册会，是咱要做伙练台语、学写台文的上好的一个方式，甲大家当欢迎来参加。咱今年12月的活动有啥物咧？伫后礼拜11月21拜六的时间暗时，18咱就来参加即个台语开讲会。今年的主题是台语过生活，2点钟的时间，咱会当听到，就是足侪人来分享因是安怎用台语来过生活的。若想要参加，会当扫即个 QR code 来知影详细的内容。过来就是台语讲座，就是咱较拄仔有讲的单类短篇小说的台南文学地景。第一回就是今仔日，第2回就是后礼拜。过来就是请看正评，就是后日咯，过2天，拜一暗时嘛是食饱，咱就来听台文家生物来分享讲，找台语的词典是安怎找？咱即马即个今仔日的讲座是今年上真要紧的一个活动，就是伫后半年有自7月到12月，逐个月拢有一回，主题拢是甲单类台语文学有关系，所以为咱即马已经第5场啊，后个月就上尾场啊，大家爱把握机会来参加。这是今仔日的活动。过来后礼拜，若是还未报名的，请紧去号位报名。佮有台文博览会甲台文家生物有合作，逐个月拢有讲座。伫客月的时阵，第3个拜一暗时，食饱咱就来学讲要怎用手机拍台语这学起来真方便哦，即个家师真好用。若是双月的时阵，就是咱来学讲找台语词典即个宝库要安怎找，内底有拍台语的输入法，佮有找台语词典电脑的分享。即个讲座是台文家生物发起人下米来甲咱分享讲要安怎来学用遮个好用的家师。这就是后礼拜拜一暗时，咱来学讲要安怎用找台语即个宝库。台文博览会佮有办读册会，伫逐个月的第2甲第4个礼拜一暗时，有台湾文学读册会。现此时咧读的是陈明仁台语文学选。若是想要
参加即个读册会，会当观点有 QR code， 会当来扫一个，就会当去报名。佮有逐礼拜三，咱是要来读白话字的作品，就是找台语读册会。白话字的文献吼，已经百外档的资料，拢真珍贵，大家会当做伙来看咱即100年来吼，足侪台语的内容，拢伫即个读册会当读着。佮有台语的课程，有台语罗马字读写的基础班，即马是当咧进行。啊，佮有台语文学选的精导式的读册班，这后一期咧会为3月开课，这课的内容拢真赞，会当学着真侪外口，绝对学袂着的哦。所以2月的时阵，请来大家来注意咱台湾博览会的面册，啊，佮有迄个社交平台会当看到即个简章来放送。佮有台湾博览会贸协办老台语叙述台语写五的读册会，包括台湾念歌读册会，就是读歌册。佮来就是单类台语文学读册会。单名人台语文学读册会，即3个读册会拢是逐礼拜一摆。佮来有绘本读册会、俗语读册会，这是1个月一摆。欢迎到老台语叙述的台语社迄个卖种页来参考相关的内容。以上就是台湾博览会相关的信息，若是想要佮知影愈侪，会当扫即个 QR code 来了解。即马我就是把时间交予咱今仔日的讲者，成功大学台文系的助理教授陈慕真，多谢。多谢阿关，安尼我即马分享我的画面。请问安尼敢有看到？有。好，多谢。安尼我开一个镜头。好，阿关，佮有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的朋友，佮有咱线顶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慕真。今仔日足欢喜会使由咱的成大台语师资班的马雅读班佮有甲台湾博览会做伙来合作即个活动。我伫遮先简单来小解今仔日的课程，今仔日线顶的分享吼。即马咱会当看到即个导演的荧幕今仔日咱要刷落来这2点钟要来分享的主题是单类底篇小说的台南文学地景1第1个部分，是因为咱即个有2个部分2届今仔日是第1届刷落来后礼拜嘛佫有1届我先来小解今仔日咱要进行的这个内容。好大声，请问有看到这个荧幕变做第2页无？有好，今仔日咱要进行的这个成大台语师资班的是马雅国班咱知影就是成大台语师资班伊是2021年的时阵开始，因为教育部的委托所以伫这个国家语言法典发通过以后，伫高中甲国中拢开始有这个正式的台语课所以咱嘛开始需要足侪大量的台语的师资，所以伫2021年教育部就委托成大才来办理在一个老师的进修嘛叫做二专班台语的师资班目前是已经办理到第4期这个学员拢是目前伫国中也是高中在教册的老师因透过拜六礼拜来成大台文系进修台语相关的课程差不多经过2档的时间因会当来完成这个学业，然后未来会当来正做可会当来教台语的老师阮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分享的，阮这班叫做马雅国班咱知影马雅国是对台湾最有贡献，1805年来到台湾的第1位外国的宣教师，嘛是一位医生嘛是咱常常在查这个
甘威廉吼、甘字等进前的来的这个医生吼，马雅国所以台语师资班呢，有一个特色，就是会用对台湾有贡献的先辈因的名来号名，所以进前嘛有巴克勒班吼、马雅国班王玉德班吼等等，林木生班等等，希望台语的教学嘛会当结合这个台湾学的这个教学所以。今仔日我们要来分享的这个马雅国班阮的这门课这个其实即马是阮上课的时间吼，就是逐礼拜六下晡1点到3点阮的这门课叫做进阶台语阅读甲写作这门课阮是使用这个台文通信吼，就是这个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来做阮的课本阮透过读这本会当讲是咱台湾人的圣经吼，这本台文通信30档的纪念特刊，来了解台语文运动的历史，还有台语的先辈因对台语文字化，还是台语意识、台语教学等等的议题讨论。所以阮这个课程是一学期吼，拢是伫每礼拜六的下晡来进行。最后的2礼拜就是今仔日甲后礼拜，阮就是共同。以单类的短篇小说的台南文学地景来做阮的期末的成果的发表。是安怎是以单类呢？是因为阮在读台文通信30档的历史的时阵，就会当知影单类生呢对台文通信有足大的贡献。伊嘛是真伫这个台文通信直接发表文章的重要的台文的作家，所以伫台文博览会有甲阮来讨论这个合作的时阵，阮认为真有意义但是咱知影单类的作品有足侪短篇小说以外，佮有亲像乡树宝记的长篇的小说，所以阮将这2届的分享是放伫咧台南市，这礼拜是台南市后礼拜是大台南地区，但是阮甲伊缩小伫以短篇小说为主。是因为若是长篇小说伊要行大，还是电影调查的范围会较大，所以阮限定伫这个台南市以台南市佮有以短篇小说为主的这个范围咱等下要进行的这个顺序，就亲像各位看到的这个第一个部分是台南一中台南一中，所以等下进行的台南一中的是洪国芬老师下面这个后壁是伊的组员是陈明君老师，佮有洪慧珠老师因为伫这个分工的当中，就是组员做伙这组的学员会做伙去来找单类短篇小说内底，甲台南一中有关系的地景来做报告，然后由其中一个组员来做口头的报告，所以等下就是国芬老师会来报告。刷落来第2个是远东百货公司，远东百货公司嘛是单类的短篇小说内底一个重要的地景。这个部分负责的是陈英如老师，陈英如老师，伊这组的成员伫后壁写伫遮。第3个地景呢是阿母寮市阿母寮菜市就是伫即马成功路迄个即马台南抑个嘛是足有名的这个阿母寮菜市这个地景的介绍是黄昭芬老师来做分享甲报告。最后一个地景是有关教会这个部分是单类台南文学地景的教会，所以伫遮阮将3个教会合作一个主题，就是伫这个太平间教会、真耶稣教会，佮有民族路教会这3个教会做伙做一个主题。是由颜武诗老师来报告后壁这就是伊的组员，所以今仔日的分享主要会针对这4个咱会当知影这4个文学的地景4个主题，就是伫咱的台南市台南市区的所在所以咱会当小看一下就是今仔日咱要讲的主题的地景，差不多就是伫即马这个公园路遮佮有成功路其实遮成功路就是这个阿母寮菜市佮有这个民族路民族路遮就有这个教会
太平间教会是伫公园路啊，有民族路教会甲真耶稣教会吼是伫即搭，所以咱今仔日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大概就是伫即马这个台南市中西区这个所在啊，这个所在咧，嘛会当讲是单位细汉到伊10几岁读台南一中伊的生活的空间，所以这个空间伫伊的文学作品内底有啥物款的表现？这个空间对这个作家有啥物款的意义？这个部分是咱等下要来看的这个所在因为阮台语师资班就是伫成大的东区是在地在地台南在地的学校，所以阮认为阮嘛有一个责任，将单位的台南地景内底的作品，互伊有更较好的、更较侪人来了解，未来会当加做文学的教材，也是文学地景行大的一个重要的史料。所以这个嘛是阮在地的老师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责任。咱小看一下后礼拜这个是后礼拜的部分。后礼拜是这4个景点应该是毋若4个是这4组第一组是关庙甲灵家这个部分，关庙甲灵家伫后礼拜的这个分配咧，阮是超过这个台南市区，规个大台南由南到北的这个分配，来做顺序。所以大先会先了解关庙甲灵家的文学地景，刷落来是新化，就是较北边新化，搁刷落来是麻豆，麻豆了，最后咱知影麻豆嘛是单位的故乡，所以伫这个所在嘛有真侪的描写。最后是较北边的这个北河，北河的描写。所以后礼拜文学地景的第2个部分呢，就会由这4位老师来做报告。咱后礼拜当搁再详细来了解。好因为等下讲者等下每一组组长因拢会做详细来报告，所以我想讲，咱先甲这个时间先由每一组组长来分享因所报告的这个地景了，若是有时间希望伊会当做较详细的了解最后若是有时间，我再来做补充最后咱嘛希望会当留较侪时间，互咱线顶的朋友，若是有一寡问题，也是讲你对这几个地景你是有较熟悉，你要做一寡补充嘛，就欢迎所以咱今仔日就先为这个台南市会当讲是中西区搁有一寡是东区像讲台南一中东区这个所在来进行我嘛就欢喜今仔日的主持人是阿关因为伫去年的这个单位文学节的时阵咧咱有一个机会有做伙去了解这个文学地景，单位生咧带大家去做一寡行搭，所以若是等下有时间嘛，就希望阿关嘛会当做一寡补充也是讲针对报告的部分、分享的部分嘛，提供一寡意见因为等下要报告的拢是目前伫高中也是国中咧教册的老师，所以嘛希望各位线顶的朋友会当提供较侪的意见，互阮来修改进步。未来嘛希望会当加做一个教材，也是台语文学推广重要的素材。好，安尼我就先介绍到这。安尼，请问第一组的国文老师敢准备好啊？好啊。国文，遮麻烦我即马甲遮关起来，遮麻烦你分享你的画面。好，无问题。请问老师，安尼敢有看到？有，真清楚。好安尼我就会当开始啊吗？会当。好，安尼请开始。好，老师还有各位同学，还有各位线顶的朋友，大家好。我
我是现代台语师资班同学啊，我这组咧有我就是洪国芬，啊，佮有洪慧珠老师，佮有陈明君老师。啊，阮今仔日咧要来甲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单类第一篇小说的台南文学地景，以这个国立台南第一高级中学为主哦。啊，阮今仔日要分享的有两篇，一篇是伊的第一篇的小说，就是这个起消花，啊，佮有另外一篇是阮补充的内容，伊是写互学生朋友的代志，第17篇哦，省立台南第一中学。啊，伫咧阮分享的过程，因为今仔日被报告的内容是地景，所以阮就会小解到台南一中的校园，啊，佮有上尾啊会有一个小小的结论安尼。好，安尼咱头一个对这个起消花开始讲起。起消花呢是一篇第一篇的小说，伊的内容呢，伊的主角有这个阿如是台南一中的学生，啊，佮有大头啊，佮有家宝珍珠是阿如的同学，啊，佮有万金是台南一中的工友，啊，佮有鸟啊，伊是万金因某，啊，伊伫咧阿宝寮菜市啊，伫咧卖碗粿。啊，选落来，佮有李教官是台南一中的教官，啊，捌做过即个政工，啊，佮有无去的是新来的即个工友，啊，伊是外省的老兵，啊，佮有涂心是鸟的厝边，啊，佮有阿母，就是阿如的老母。好，安尼咱就对内容开始看。啊，因为伊是一篇第一篇的小说，伊的字有淡薄仔济，所以今仔日可能无法度一字一字咧读互大家听，所以阮就甲伊的重点咧，甲伊写出来啊。有这种方式来分享。第一段呢，伊写伫咧阿宝寮市啊，成功国校的附近哦，有生足侪春仔花，也就是咱咧讲的起消花。啊，住伫土心对面的鸟啊，定定甲这种花咧，哦，这款花插伫咧头壳顶，大家拢讲伊是阿宝寮的美人啊。这边啊，这个图就是春仔花嘛，是起消花。好，安尼第二段。就这个工友目镜就出现啦哦，目镜呢，伊是台南一中的工友，原本呢无啥人捌伊，有一届目镜无小心骑车去甲阿如撞着，那阿如呢全倒伫咧涂骹，伊个落地啊的珠啊就连出来，目镜发现讲哦，原来阿如足介意即个珠啊，所以呢，几日了后就摕一粒足珍贵的天霸王哦，送互即个阿如。自迄阵开始呢，原本无啥人会插伊，原本无啥人捌的即个目镜呢，就开始有学生囡仔会甲伊讲话，因为伊嘛想要得到迄个足水的迄种珠啊。啊，敢若有一个人，就是阿如的朋友，家宝珍珠，伊无爱珠啊，伊等到是对即个工友目镜的中道等最有兴趣。伊发现讲目镜大家拢食两块碗粿，按碗粿顶管佫会放一支盐水。到第5天的时阵呢，家宝珍珠就调故意甲一粒卵呢放入去万金的便当盒内，万金就足欢喜的，了准讲是因某咧要甲伊加菜啊，所以咧。伊就足欢喜安尼，自安尼开始讲起，原来啊，万金因某鸟啊是伫咧阿宝寮菜市啊，伫咧卖碗粿，因为碗粿需要吹，所以万金定定都会摕学校内底的纸纸，转去因兜互鸟会当起火、香火安尼。好，安尼咱先等来看即个地景的部分。伫咧拄则呢，第一段内底呢有讲到的，就是伫咧操场，就是运动场遮，伊的原文就是写讲。有时伫咧操场远远看到伊闪闪落落，把一条头巾底加树啊，这是咱的阿如第一届看到即个万金伊的场所啊，这是南一中的操场哦，看起来这个运动场非常的广阔，哦，做舒适的感觉。好，第二个是第二段，第二段呢就是阿如无小心去弄着哦，伫咧校门口，这个是。台南一中的大门口，伊的原文写讲，放学了，阮伫学校大门口走小了，大路落街的所在乌白撞，就是因为乌白乱撞，才会无小心去伊弄着。好，安尼咱个转来讲第3段，休热了后，万金拢无来上班，阿如因若走去教官室问教官，才知影原来是互人当作飞碟掠走去啊，因去阿宝寮问鸟啊啥拢无讲，干那一直哭。阿如厝内的人啊，知影即件代志了后，就叫伊随甲遐珠啊全部带去甲，可见即个飞碟是足恐怖的代志。啊，第4段，伊讲原来是鸟厝头的即个李教官伫万金的身躯顶抄着一本字纸，注释内底咧有一张党部发互教官的公文，讲是机要的文件。万金毋捌字，
准二纸就捡回去啊。教官马上甲万金做废碟处理，送去警总，一去无消息，两个穿便衣的来厝内抄。结果啊，厝内抄无物件，想说连鸟啊嘛掠去，鸟啊放倒来了后，开始起笑，无做生理，规工抹粉擦花，伫厝内底起火，无细字火烧厝，人走无出来。好，咱来看这个地景的部分。拄则呢有讲到引起教官室，问这个教官嘛，迄当阵的教官室，即摆呢就改做是校安中心。这张图呢，就是伊南一中即摆校安中心的这个外观。伊的原文讲，迄个新的工友就一支手比教官的办公室底下样讲，立教管降低，因为伊是外省的人，所以伊讲起来有讲话起来有一寡腔。好，安尼。第二个嘛是共款，伫咧即个校园中心所发生的代志，万金呢毋捌字，伫咧教官的桌仔骹准即个字纸就捡去，怎捡人误会安尼。好，安尼咱来看上尾一段，上尾一段呢，伊讲万金乖无5个月就叫人放出来啊，无转去阿无聊，无人知影伊去倒。后来阿鲁看到春仔花，想去鸟啊插花，心中假设是因为花香互小的世界产生美满的幻想，互伊呢美伫内面。毕业了后，真少看到春仔花，罕罕看到一两丛，互阿鲁联想到鸟啊，甲伊的中学的时代。好，这就是这个起消会的内容甲伊的地景。阮今仔日呢，佫要想要补充另外一个伊的散文，嘛是甲台南一中有关系。咱来看这篇文章。因讲台湾的南部上出名的中学，就是台南一中。以前全名叫做新立台南第一中学，日本时代叫做台南二中，是台湾囡仔读的中学。即马台南二中是迄时的一中，互日本人读的。我到这呢，可能大家都会想讲，一中、二中安尼，一些是一中，一些是二中。原来就是因为呢，这个日本时代，南部呢，台南呢。原本干那一间学校叫做台湾总督府的台南中学校，迄当阵日本人为着要吹杀教育，所以因就成立两间学校，一间就是变做台南州立台南一中，另外一个伫咧伫恒顶遮成立的是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学。到日本人呢，因转去日本了后，迄当阵的台湾人就想讲，是安那咱台湾人读的叫做第二中学，日本人读的叫做第一中学，所以因就甲这个校名呢有。做一个修改，就变做今仔日的这个状况。尼当伫咧地图顶悬看到这个一中甲二中呢，其实敢若差1.6公里尔，是足近的。所以若是大家有兴趣，买当去遐细细看看。好，咱转来原文。原文伊讲这个一中的校门是小小西洋式的礼堂，校埕一张大墙，毋知几百年古早树顶呢饲一对狗。安尼，咱来看地图。你若是对遮，就是南一中的校门咱会当看到校门。拄则呢，伫咧顶一篇嘛有讲过。你行，你就会当看到红楼，有即个小礼堂，佮行到学校内中央，你就会当看到一张足大的墙就伫咧学校的正中。好，安尼咱佮甲伊放大来看，这就是拄则讲的。校门呢就细细这个台南一中你若是行去，你会当看到用茶做的一块牌顶悬就是写国立台南第一高级中学，这是伊的校门。你若行到中，你就会当看到伊的小礼堂伫遮，伊的墙伫遮因为伊的墙呢，单位老师伊就写讲是有饲狗的墙阮有问迄个警卫先生，伊讲伊伫南一中做警卫已经差不多要20档伊拢无看过即个墙内底有狗，顶悬有狗阮迄工去看嘛无，所以咱会当想讲应该是真正足久进前的代志好，安尼咱过来看这个小礼堂。这个小礼堂呢，伊是起伫咧1930年代，是迄当时这个台湾总督府所设计，甲咱台的文学院用共款的足罕见的这个罗马式的建筑风格。外观看起来咧，非常像这个欧洲的教堂，砖头甲非常的幼路，有足高的这个学院的风格，就伫遮非常水伊的外观。好，安尼另外一个呢嘛是伫咧学校内底足水的，就是红楼的部分。红楼
嘛是另外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历史的建筑。本馆呢嘛是台南州厅呢因所设计一个 L 型的这个建筑，用红砖啊做主要的材料，和台南一中的老师甲学生啊合作是红楼，即马呢是办公室甲教室。好，咱继续来看这篇的原文哦。因为后壁个时间的关系，我就较简单讲过。伊讲啊，台南一中是出名考试的，所以呢，人讲一中毕业考大学是稳调的，所以南部的家长呢，拢做盼望家己的囝会当入去读一中。伫咧迄当阵，单位老师因咧迄个年代，一中的入学考试，毋是像咱迄个年代啦，即摆嘛是上界竞争的哦。若是一间小学咧有2、3个考调，一中就是大代志。拄好伊拄着的小学的老师咧是师大拄好毕业无几年，就认真，逐日拢会帮因补习，所以因隔当年因迄班有7个考调，台南一中就非常的轰动安尼。好，伊入去一中读初一的时阵，伊的导师就姓陈，伊是对福建来的。第2年就雄雄无来学校啊，因为听讲是废伫，互人掠去啊。咧校长嘛是共款哦，后来毋是靠人事的关系，就是即个教三民主义的政纲，其他的老师嘛是拢共款。所以即个时阵，即个单位生就讲，因为教育的品质愈来愈歹，这一方面是中国人政治的歹素质，一方面嘛是外来政权调故意咧，要甲台湾人优秀的传统呢，甲伊创无去。所以上尾伊就有一个结论，伊讲总是伫咧南部台湾人的心目中，台南一中呢，原在是上较优秀的中学，学生嘛是上较一流的。住伫国外10几冬的时间若听到，我嘛是台南一中毕业的，自然感觉亲切光彩，是台湾人的骄傲，这就是台湾精神。好，这是这篇的内容，所以咱会当发现讲呢。不管是咱一开始阮分享的迄个起消会，到这篇内底人内底主角呢，其实拢有受到这个有一个共同的，就是拢甲台南一定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受到白色恐怖的迫害，所以阮伫遮呢嘛做感谢单位老师，伊会当透过伊的文字，甲迄个。伫咧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代志呢，写落来，因为阮即摆人可能无亲身去体验过，毋过阮会当透过伊的文字嘛，了解即个历史的事实。阮遮嘛分享2个人，一个是杨奎，一个人是叶兆德。伊即2个拢是台南一中的校友，因嘛是共款有遭遇到即个白色恐怖。毋过因为今仔日主题甲时间的关系，阮就无搁讲啊。若是大家有兴趣，会当去网络顶管去敲揣，会当对南一中，若是即个白色恐怖的主题，当有继续有搁较深入的了解。好，这就是阮今仔日的分享的参考的来源，请大家当看一下。这是阮图片的来源。好今仔日阮这组的分享呢，就到这，多谢大家。好，多谢国芬老师。好，安尼阿关，请问咱敢是就是一直刷落来后一个吼？是，好，安尼请问咱第2组的英儒老师，毋知敢准备好啊？好啊，好，安尼麻烦英儒老师分享你的画面，多谢。多谢，我先来分享一个。好，安尼敢有看到？有，安尼有。好，安尼我开始哦。好，多谢。老师、各位同学，各有线顶的友志，大家好。今仔日阮这组要讲的是图书馆的秘密这篇小说。小说内底讲到的台南图书馆，就是即卖远东百货公司。阮报告的内容分3部分，第1部分是故事的说明，第2部分是故事内底讲到的地点地图，第3部分是这地景的小解，搁有阮实地去搭载的相片。图书馆的秘密，伊是伫咧1994年创作的时空背景就是战后白色恐怖时期。单位老师讲，伊创作的灵感是
听到一个台南女中的女学生，伊写一篇日记，日记内底讲宋美龄用牛奶洗身躯，实在是足讨债。伊的导师看到这篇日记，怎甲伊报去政治单位？一个女学生就互掠去问，毋过伊拒绝回答，所以后来互掠去关甲起笑。单雷老师这篇小说就是咧讲，迄阵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单位安怎用无共的手段来控制人民，也是来控制学生。这篇小说伫咧詹文溪电台，伊嘛有甲伊演做广播剧，则有 QR code 的连结，大家会使扫入去听看卖咧。下骹咱就来讲即个故事，因为小说的文字较济，所以我只用4句人的方式，甲内容做一个大概的小解。西洋建筑图书馆，白照红砖真美观，借册竟然惹事端，下骹听我说完全。这个男主角呢，伊拄好住伫咧台南图书馆的对面，所以伊定定去遐读册写宿题。有一个共班的同学叫做敏雄，因兜住伫四春园旅社的边仔，因两个厝真远，所以定定会相招做伙去图书馆读册写宿题。这件代志是发生伫迄年的热人，浩南面的管理员雄雄病死换内馆。内馆是一个穿水色洋装、有留长头毛的查某囡仔。伊咧讲话不时的笑头笑面，所以我才写笑头笑面毋惊烦，气氛变甲真温暖。单位老师才讲内馆的声，敢若像甘仔蜜运甘草遐甘，我感觉这个比喻真正足古锥的。敏雄为着要甲内馆讲话，所以伊定定就会去借册。敏雄巧巧厚面皮，定定借册找妹妹，招我做伙去交陪，制造机会通讲话。敏雄咧借册，就是啥物拢借，若杂菜面咧，佮读足紧咧。毋过男主角伊咧读册较慢，内馆佮甲因号外号。一个叫做特别快车，一个叫做白快的。看因读册紧搁济，我像慢车豆豆坐。三人开讲讲笑开，读册日子快活过。毋过后来走来一个生生面，形影怪奇，撞囝人，内馆变甲歹斗阵，借册臭面无爱应。生生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讲无熟悉的人、青分的人，一个是讲看到袂清幽、袂清彩，互感觉真野的迄种面相。这两个意思拢讲会通。因为安尼，生生面来了后，内馆怎变面？单位老师这个描写是讲无代无志，目睭仁仁乌乌。一个圆圆的桃仔面，扭做长长的苦瓜形，这个比喻嘛真正足趣味的。敏雄就想要知影讲，到底是安怎内馆会变面，所以伊就咧问男主角讲，是毋是伊半路拄着伊仔伊娘？这个半路拄着伊仔伊娘是足台语开口的写法，就是讲无料准无去想到无料准到的代志。敏雄本来是想讲，伊是毋是另外有查甫朋友，所以伊就写借条要去问内馆。内馆看到借条面顶写3个礼拜4个字，伊怎笑出来因小少要去食饭，想要问原因兄弟想要知原因，纸条暗中传音信。下班食饭来亲近，才知内馆甲婉婷。因就去3卡礼拜食透透，食生鱼面，食串冰。咧食饭的时阵，男主角发现讲，
这内观看闽乡的目神无啥相像哦，所以食饭饱了后，伊就互闽乡甲内观，互因去运河溪边散步。伊想讲，伊先转来，少找代志，应该就会解决啦。三个礼拜食透透，运河溪边郁出透，月霾蒙蒙，天气高，牵手散步，歹思走。结果真正的图书馆的秘密，内观有甲闽乡讲，就是伊要借的迄本册，敢若留册名尔尔，啊，借条是互迄个生身面手去，伊是一个政治单位的人。原来图书馆的秘密就是禁册要找人头，吼，所以我才写政治局势乱糟糟。思想无正掠来走，禁册借条找人头，内观阻挡二条楼。真正的真相吼，男主角真正感觉足惊吓的，因为因咧借册竟然有人咧监视，莫怪内观卡的背面，就是袂互因互掠去。真相互人真惊吓。家在阮是天公仔囝，借册秘密阮知影，闪撇才无甲命拼。中国人来了后，因表面上这是一间图书馆，毋过其实伊是用借条的方式来掠思想犯，所以好家在有内观，伊真勇敢。真善良，伊不管是为着朋友，也是为着爱情，伊甘愿冒险，甲遐个借条收起来，无交出去。好，遮我是写中国统治足青影，反抗无命规山平，台南小姐卖软食，保护市民得人疼。但吕老师嘛讲，即支图书馆帮着的经验，袂输是正百年来台湾人坎坷命运的代表。因为伫日本时代，台湾人的财富去互人没收，中国人来了后，咱的性命阁受到威胁。除了台南市即间图书馆以外，陈瑞老师嘛咧怀疑讲，毋知阁有其他的所在有即种掠人的所在无？毋过后来，即间图书馆已经互人拆掉，去做一间7楼的百货公司，变做闹热滚滚的行李店啊。这就是图书馆的秘密大概的内容。下骹就是图书馆的秘密内底讲到的地点。图书馆即马已经变做是远东百货公司，内底讲的四春园里社。即马就是5园，阁有三家礼拜，阁有运河。伊内底讲到的台南鳝鱼面，因为三家礼拜内底已经无做啊，所以阮着另外阁找一间去食看卖咧。我遮简单讲一个图书馆伊的眼界吼，伊是伫咧1919年的时阵，高显盈捐3万块起的。图书馆伫咧1923年的时阵，由台南市役所管理。过当正式归入去公部门，改名做台南市立台南图书馆，是国内历史第2久的公共图书馆。毋过伫咧民国63年的时阵，因为卖旧馆建新馆的政策，将旧馆的土地卖互远东集团，搁伫台南公园北边起一个新馆。旧馆原来的土地加上游泳池，阁有四春园部分的土地，后来起做远东百货公司。这就是旧的台南图书馆的景地，边仔是游泳池，即马已经起做远东百货公司。这是阮打早的相片。过来是讲四春园里社，伊较早是5园，伫咧清朝时期吴上兴起的，毋过伫日本时代去互日本人买去，有一部分改做四春园里社甲图书馆。后来
面向民权路的部分改做台南公馆，后来叫做台南公会堂，毋过即马拢拆了变百货公司啊。台南公会堂即马也留咧是市定的古迹，这是五园区的相片，这是即马的景地。伫个五园内底嘛有一部分是即马变做王玉德的纪念馆吼，大家若有闲嘛会使去遐行搭。搁来讲的是沙加里巴，沙加里巴是伫友爱街、中正路、海岸路、国华街四条路扩起来的市场，本来是鱼允仔，允仔囤平了后，日本政府甲路边摊集中改做食米的市场。日文沙加里巴意思就是闹热的所在。伫个民国40年代，除了食米以外，佮开始卖衫裤。民国60、70年代生意足好诶，毋过后来经过几啊摆的火烧，生意就豆较稀微去啊。内底有卖出侪台南的小食，像干炒饭、炒鳝鱼、烟肠食肉，佮有米糕等等。这是50当前甲20当前的沙加里巴，这是阮实际去打造的相片。搁来就是台南运河，伊是咧清朝的时阵开的，毋过到日本时代，因为詹门溪甲咸水溪淹大水，这个旧运河怎崩堤，所以伫个旧运河的南边，佮起一个新的运河。这是运河古早的情形，迄船仔拢会当入来。这是即马的景地。后来因为安平港的山石有累积，佮加上运河有起桥，即马船只无法度通过，所以运河即马转型变做观光的用途。逐档的5日节，因拢会伫遮举办白龙船比赛。这是阮去打造的相片。最后来讲台南的鳝鱼意面。好，伊是夜市啊，佮有餐厅定有诶料理，鳝鱼芳芳脆脆，空家诶汤汁酸甜酸甜，互人食着会散喙。一般卖鳝鱼意面诶店，头家拢会甲已经处理好诶大意面一块一块贴伫咧料理台前，贴敢若山咧，是鳝鱼意面店特殊诶景致。因咧料理诶时阵，会先甲鳝鱼煮熟。再搁淋乌醋、糖、甲薏米、鳝鱼大火煨炒，最后较搁空加。另外有一种是甲薏米先煮熟，再搁将炒好的鳝鱼掺薏米淋做伙。这是煎过薏米的素汤汁，口感较好。这是空加的薏米。好，佳仔我已经食饱哦，无会想要食吼。这是打炒的鳝鱼薏米。这就是阮去打杂的相片。俗语讲，读万卷书，嘛爱行万里路。图书馆的秘密写的是戒严时期政府恐怖的统治手段，互人读了心情会较沉重。毋过，咱会使开半工的时间去册内底讲到的地景，实际去行行看看咧，换一个心情去认捌台南，嘛会有无共的体会哦。我会分享到这，多谢大家。真多谢英如老师吼，足详细的报告。因即组咧特别用一个足特别的，就是即个庆字仔的手路吼来写图书馆的秘密。甲即个图书馆的秘密的征战吼，用庆字仔的方式来表现，是足有创意吼，嘛是文本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再现的方式。真多谢吼，多谢英如老师。安尼。咱刷落来是第3组吼，第3组是要讲阿宝寮菜市啊，即组，所以毋知焦芬老师这边敢准备好啊？准备好啊。好，焦芬老师，多谢你，安尼麻烦你准备分享你的画面。好，你敢有看到？有吼，有安尼有，多谢。安尼。主持人、金老师甲各位线顶的朋友，大家好哦！我是焦芬。今仔日真欢喜，嘛足荣幸会当来参加这个2024台文作家系列讲座的
单类第一批小说的台南文学地景的发表。阮今仔日的题目是去社会也无聊菜市啊。今仔日咧发表的内容会分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要了解去社会，第二个部分就是咧分析2种去社会来探讨去社会的名称。第三部分会来讲小说内底有讲到也无聊菜市的部分。落尾阮会讲到也无聊菜市的历史地景。因为拄则去社会嘛是第一组国文老师已经有讲过所以我就是简单来了解伊的内容。去社会这篇第一篇小说是咧透过一个高中生的角度来看白色恐怖所造成的悲剧伊主要是咧描述一个南一中毋捌字的工友万金这个万金平常时伊拢会捡迄个学校的无录用的字纸等去互因某互因某要创啥物呢？就是要放伫火炉内底来烧，因为伊要做碗粿毋过因为有一天伊就是捡到一张机密的文件，伊去互教官甲伊当作是飞碟，甲伊送去警备总部，伊就安尼去互掠去关。因某牵手少原本是伫也无聊菜市里面碗粿，就因为安尼，伊的行李就放一边，伊的四界去找因翁。毋过安怎找就是拢找无到，落尾因厝嘛去互抄家，嘛去互掠去问话。毋过要几工了后，因为这是误会嘛伊就去互放转来。放转来了后，伊规个人就变一个款伊就开始西装打扮，头壳顶擦甲规个拢是花，亲像起笑共款因为迄个时代无像即马迄个时代无 cosplay 你若像讲即马即个时代，你若规个头壳顶拢擦拢是花，人袂感觉是你是起笑。毋过迄个时代人会当作你头壳无正常。即个生活就开始失去目标。伊规日就伫厝内摕一支番仔火。为虾米会摕番仔火？因为伊就是要做碗粿嘛。伊要起火来摕番仔火。落尾因兜嘛就去用火烧厝，伊就伫内底无行出来。几个月后，万金去互放转来，伊的家后甲因的厝拢已经无去啊，伊嘛无消无息，毋知影走去倒位。单位伊用去社会来做头嘛，用去社会来做一个尾为虾米伊用去社会来做这个故事的标的所以阮即组就是来分析2个去社会来探讨一下。第一个就是真正的花，去社会伊的原名叫做马英丹。伊把种生物就是单类，但小说内底有甲伊叫做春仔花，伊嘛叫做草花草，因为伊的草，即个花大开的时阵来草伊嘛叫做 A 高花，啥个叫做 A 高花，就是有人讲你若是食着即个花的汁，你就变 A 高，伊嘛叫做山大丹。另外一个去社会就是咱故事内底女主角就是蕉蕉伊就是去用称呼叫做也无聊美人伫伊的文本内底有讲到捌有人爱讲称呼伊做也无聊美人。接落来咱来看伊的外观马英丹就是去社会伊的外观就是杂花五色你会当看到伊有足侪色字譬如讲有粉红色黄色、白色、浅红橄榄色、青蓝甲紫红色。来看蕉这个外观是安怎？伊去社进前平常时就是亲民亲民就是谈文本内底有讲到我捌看过蕉2摆，事实蕉本来是无点胭脂、抹粉、无插花的人所以咱知影伊是足亲民的毋过做碗粿时阵安怎？就是黑色、蓝白色伫即个第一篇小说内底文本有讲到遐顶大粒瓜、细粒瓜，哪流哪切，规面切甲一搭一搭花糊，黑色、蓝白色，亲像抹厚厚的胭脂粉。来去社了是安怎呢？去社了，伊一开始无去用掠去进前单位的描述是讲，迄日伊面洗甲真清气，无抹花糊，煞变做非常的美丽。毋过伊去用掠去了后，伊就开始抹胭脂、抹粉。来头迄顶擦规拢是花，所以单位就是安尼甲伊形容伊讲安尼抹胭脂，安尼打扮，头壳顶擦甲规个拢是花，亲像乌龙桥共款，就是乌龙桥就是遮。
所以呢，咱到遮会当看到讲，其实吼，伊的外观应该是少啊，甲即个起消费，有类似的所在，嘛有无共的所在哦。再来，咱来看因的本质。吼，咱知影哦，迄个马英丹吼，伊的血骨甲籽吼，其实拢是有毒的。吼，这火哦大开的时阵吼，伊会发出一个臭味。所以你若体质较敏感的人哦，你的身体无爽快，有可能吼，你的黑暗型、掠迫的现象会发生。所以你若外口伤近吼，就有中毒的可能性。哦，只要伊本人是安怎？伊本人吼是无毒的哦，伊做朴实的。哦，因为吼伊是家己清火炉，伊嘛做油密的哦。什么是油密？就是伊做爱讲生性吼。你文本内底吼有讲到哦，就是作者甲伊的朋友吼去因兜要互伊请食碗粿的时阵哦，主要就甲因讲吼。先请恁食薰，再请恁食粿，吼，所以咱知影讲伊做爱讲生笑。来，另外一个就是伊对因人做示众的吼，就是因人去互掠去哦，伊就无对人走嘛吼，伊嘛是去世界去找伊啊哦。好，来，咱来看最后一个比较，就是伊的下场啦哦。咱即摆哦，起社会就是马英丹吼，咱台湾市内哦，其实犹原嘛是佫看会到，虽然哦，伊做有生命力。毋过吼，改前来比吼，数量嘛佫较少。少伊是安怎？伊吼因为外来政权的毒压逼伊起效，落尾伊又去互火烧死，干那活伫少数人的记忆当中。哦，所以哦，这是甲咱讲吼，咱袂当袂记这些恐怖的历史。安尼比较落来吼，咱知影其实少甲马英丹到甚就是到起社会有类似。嘛有无共的所在，所以阮即做了下一个结论啦吼。其实吼，马英丹哦是16世纪的时阵荷兰人哦来引进台湾的。其实吼，伊甲国民党拢共款吼，拢是外来的。因为吼，因拢要拖因的势力，歹势哦，受接近呢就中毒，受到危害。所以起社会哦，其实应该是国民政府啦哦。故事内底只要干那是其中一个核心者尔。来第三部分吼，我特别来讲吼，文本内底有讲到阿伯寮菜市仔的所在，吼，就是第一派第一段吼，有讲到伫阿伯寮市仔无偌远的路边，甲成功国校的后壁，就有即款花，大簇细簇无共款的彩色，吼，这就是我去翕的即个阿伯寮菜市仔的看板，吼，另外即张吼，就是迄个成功国校的后壁，毋过你即摆当看着讲。即摆应该拢是无啥物迄个无花啊啦哦。接落来就是第一派第二段，伊讲白白伫阿伯寮菜市仔附近嘛是有人毋知影，或者是毋知影万金甲少仔的代志。佫有另外一部分是讲，以前有一站捌有人爱讲笑，称呼伊做阿伯寮美人，吼，这是拄则嘛有讲到。来是第二派第五段，吼，伊迄粒卵吞了，啉一喙茶。安尼正经讲，少仔过阿伯寮第一，过来是少仔欢喜甲比一支大头帽起来，少仔过阿伯寮即支个，边仔即个相片哦，就是阿伯寮应该是上有名的碗粿啦哦，即摆阿伯寮有4间店咧卖碗粿，即间应该是上界有名的哦，大家若有兴趣会当去就是阿伯寮的看板附近。你当找着这就是用推车咧，塞推车咧卖碗粿哦。毋过拜伊无开哦，毋通拜伊去啦哦。来第三派第二段吼，就是咱的作者大头啊，甲家母珍珠吼，伊到阿伯寮菜市仔时，已经天要暗啦，厝内单单少啊一人。来就是落尾一段哦，伊讲落尾一部分的第一段吼，万金无转去阿伯寮。也无过转来台南一中做工友，来就是最后一个第二段。但是每年这花大开的时，我会想起阿伯寮美人少仔甲伊起笑的情形。阮第三部分就讲到遮，落尾我就来讲阿伯寮菜市仔的历史地景哦。若是讲到阿伯寮菜市仔吼，我就爱来先讲到三老爷宫甲河寮港。因为这两个所在吼是促成阿伯寮菜市仔的形成。好，咱先来看中这个地图啦哦。中这个就是阿伯寮菜市仔，吼，伊的北边吼有一个三老爷宫，吼，这个蓝色的所在就是咱的迄个河寮港。你河寮港你会看到讲，我才有用迄个草仔线吼，成为吼
日本当清国的时阵啊，哦，是哪色的弯弯翘翘的一条河流港。啊，毋过伫日本时代时阵吼，因就要甲伊改互直，所以就变做留起即个草仔色食安尼去。我先来讲即个三老爷宫哦。三老爷宫哦，是伫清国时期哦，康熙初期时阵的开基啦哦。伊服侍的是这个朱王爷、周王爷、甲贵王爷。朱王爷吼就是地神公，吼，另外两个王爷就是伊的部下。这个是吼，即摆吼三老爷宫的相片，吼，毋过吼，即摆三老爷宫哦，其实是扩建的吼，伊是伫即个乾隆15年的时阵吼，由即个三老爷家就是遮蓝色的部分，佮有暗绿家吼，而且红色的部分，佮有草色的部分吼，无了家吼，就是住伫遮即角的人，互因囝父来扩建的吼，扩建了后吼，伊庙埕头前落祠啊，即个祠啊就是无了菜市的真身哦。咱来看河寮港的部分哦。河寮港哦，其实是咱迄个台人以前最有名的一条溪，叫做德钦溪的下游。德钦溪的源头就是即马应该是成功大学的省立校区，甲台南一中的交界的所在。佮有另外一个就是房溪，房溪就是咱德钦溪的支流哦。因就是老到拄则就是咱迄个小界迄个图书馆，温度保卫公司就是以前的图书馆的所在啦吼。老到就是对东边开始流去迄个西北边哦。对于哪些部分就是改称呼做河寮港。咱知影吼，古早人会挖水来生活哦。因为溪流的两边足适合饲鸭，因为基本会淡水中来生卵。饲鸭甲去内底捡卵。以前捌有一阵是有3个大型的饲鸭场。所以这个是即个阿伯寮菜市仔的名称的由来。原本咱拄则有讲到就是阿伯寮菜市仔原本就是伫三老爷宫庙埕头前是安怎会刷去河寮港哦？因为咱知影讲卖菜甲卖肉的其实咱就拢用着水来洗物件。以前河寮港有甲阿伯寮菜市仔分做两边所以菜市仔内底有两条木桥会当互人通行。刷落来，咱来看即个阿伯寮菜市仔民生的改变哦。伫日本的大正的7年哦，差不多就是1918年的时阵伊号做东市场米地町分市场是安怎会叫做即个名是因为以前阿伯寮菜市仔的位置的行政规划就是叫做民地町因为伊的位置是叫做民地町。所以日本人就甲即条路，就是即卖新公路，毋过以前是叫做民地町。毋过伫1946年的时阵，国民政府来台湾了后，伊就甲即条路改做公户路。即条路改公户路了后，伊嘛是甲即个市场改做公户市场。毋过在地拢是叫阿伯寮菜市仔啦无人咧讲公户市场啦所以伫2005年的时阵，佮改转来阿伯寮菜市仔。伫1985年的正月时阵阿伯寮菜市仔是规个去互火烧了迄时阵市政府是无材料来登记啦所以伊就家摆大参详讲恁一人出5万块以后会当用来抵这租金，所以才有即卖阿伯寮菜市仔。我来讲一个就是咱知影单位是麻豆人其实伊上爱碗粿离即个麻豆就是阿兰碗粿啦所以大家若有时间会当去遮来试看卖落尾我想要感谢就是迄个美民文化因为我拄遮的地图拢是用因的地图因有出一个台南市区的时空地图内底有小解就是清国佮有日本时期就是台南市的地名是讲有啥物会改变安尼这是阮的参考的资料我今仔日的分享就到遮，多谢大家。
多谢真多谢教훈老师诶，咱你精彩的报告吼，特别带咱去阿母寮菜市啊，啊，佮有足详细来了解即个菜市啊伊的历史甲地理的部分吼，足多谢。咱最后会佮有一点仔时间吼，咱将含线顶的朋友看讲有啥物问题吼，才做伙来讨论。啊，咱即马要进入到最后一组吼，就是单类台南文学地景内底的教会。吼，所以即组咧要报告的是3间教会哦，吼，是太平间教会、真耶稣教会、甲民族路教会，所以因的时间会较久，因为有3间教会，啊，佮有最后巫师才会来做一个整合，吼，会结论，所以才差不多有20分钟，吼，咱时间拢抑阁足有够，所以巫师会当慢慢啊讲，吼，伊嘛是足认真去做足侪个调查，吼，啊，所以咱即马请问巫师老师敢准备好啊？有老师有听到我的声音无？有，真清楚，多谢你。我即马先分享我的画面，看大家有看有清楚无？好，安尼应该是有看到啊，吼。有，即马有看到，多谢。好，安尼咱线顶的朋友，啊，佮有木真老师，吼，啊，佮有咱老台语随书台语社台湾博览会，大家线顶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吼，今日我是成大的马国班的学员，我叫做颜武师，啊，甲我的同窗的，就是咱钟怡，吼，啊，佮有文静，佮有富华，咱要了解单类第篇小说内底文学地景，啊，真特别的所在就是讲。阮即个小说吼内底，阮是介绍教会吼，啊拄最近吼就是咱的圣诞节要到啊，所以我感觉伫咧即个时阵，咱来了解即教会拄好，大家会用咧趁即个时间吼，咱嘛会使去教会行行看看的安尼。好，安尼即马我就来甲大家了解，啊，阮要了解的3间教会是。太平间教会，佮有民族路教会，吼，啊，佮有真耶稣教会，吼，啊，阮的文本内底有暗杀者，哦，有音庙，嘛有演讲家，吼，啊，首先吼，我想要分享的是讲，即个文学地景吼，伫咧即个小说内底的一个，互我的一个启发就对啊，吼，因为即使咱若是无去看。即个小说，其实咱袂去想到，即个教会伊的历史，也是讲，去了解讲即个教会吼。但是地景伫咧文学内底意义是啥？因为有土地的所在，就一定有人嘛；有人的所在，就一定有感情吼。啊，作家伊甲这地景写入去伊的文章内底，伊的作品内底。其实这是就算是讲一个城市啊，伊渐渐因为时代吼啊，因为一寡代志，这个城市慢慢啊失落，也是讲慢慢啊讲无去。但是咱拢会照着这个地景去想起这个去建构这个城市。吼，一桩一粒哪像我讲一个桩啊，一塔桩啊，一塔桩啊，一遐一遐安尼，佮甲即个城市建构出来安尼。哦，所以这文学地景对我来讲是讲即个机会，互我佮再去认捌教会，啊佮互我知影讲基督教教会伊伫咧咱台湾意义吼。所以我伫咧。要看这教会文本进程吼，我就先去找基督教甲咱台湾的一寡关系吼啊。伫咧遮我嘛真感动，就是看到地南洋先生吼，伊伫咧1987年的时阵吼，伊捌讲过，伊讲伊的台湾独立的主张吼，是受到啥物影响？是受到1977年吼，迄个咱。迄个基督教会的人权宣言，吼，会影响，所以伊感觉咱台湾吼爱成做一个新，而且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吼啊，所以教会对咱整个台湾
文明的发展，也是讲信仰的发展，也是讲甚至讲民主的发展来讲，我感觉影响拢是真深。啊，过来就是讲是安怎？但雷伊要伫咧这小说内底，要特别讲到教会，要甲教会做一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其实咱会当去想一寡咱的先辈、咱的先进、咱台语、咱台湾的独立的先进，其实有真侪人。可能拢是牧师，也是讲遮个受迫害的即寡牺牲者，可能嘛是咱教会的长老，所以借着即个机会，我感觉搁再一次，我搁再一开阅读咱台湾的历史，借着即个小说内底即个文学的地景，我搁再一解明白，台湾较早过去的一寡大代志。那想到圣诞节要到啊，我嘛会想到讲2000多年前，耶稣伊为着要反抗这罗马的这暴政嘛，所以伊嘛派着这十字架，来做一个牺牲，所以伫咧咱台湾的教会，搁有伊的即个基督互咱的教义内底，其实。嘛是咧讲，咱台湾是一块受到祝福的土地，咱台湾嘛是一个受祝福的所在，但是因为人滥散去用权，所以需要咱搁再一次甲大家即个地格。搁再甲伊叫醒，其实都是对教会内底咱会当找到一寡意义安尼，好啊。基督教伫咧台湾的发展历史，对荷兰时代就开始啊，而且咱台湾上早的这文字嘛是对这咱的白话字啊，正讲咱的台湾字，用我讲的话写我土地的字，写我的母语就是上早前这个传教士来到台湾这片土地引用咱的话写着会当传知识，会当传基督教义的这个字所以这嘛是基督教对咱台湾的影响过来就是咱会知影讲迄个西拉雅因迄个。段长老伊要复兴即个西拉雅的文字的时阵，其实伊嘛是去找着即个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内底的字来甲即个西拉雅语搁再一次甲伊恢复原来的模样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阮的文本是诚长啦所以等下我可能就是会抓重点来讲安尼好。资料真多，阮的迄个共伴拢找真侪资料来讲第一个阮要紹介就是太平間教會太平間教會佇倒，我感覺第一屆我聽到太平間教會我感覺即個教會的名有一寡互人感覺有一個，若像伊是一個足遙遠的所在，一個足眺遠的所在其實。看到陳雷的小說，才知影講，太平間教會其實毋是佇咧一個足眺遠的所在，就是佇咧咱的身邊，而且伊嘛是咱台灣的第一間教會啦，就是馬國伊所創立的台灣的第一間教會現此時咱知影太平間教會伊就是佇咧咱台南的迄個公園路即個所在佇咧2019年咱的迄個郵局嘛有發行迄個郵票就是甲咱台灣有特色的一寡教會甲伊做成即個郵票發行恁佇咧畫面看到的這就是迄個正手邊頂懸即個就是太平間教會等下咱才來紹介講伊內底的一寡建築安尼迄個下面即個倒手邊下面即個是迄個淡水的教會倒手邊下面即個是台南聖教會這嘛就是我較中意阮的教會安尼所以我就佇遮嘛是甲大家紹介一下好
啊，伫咧遮即个暗杀者吼，但为即篇小说内底吼，伊咧讲诶，就是咱甲伊诶历史背景，就是咧讲咱甲美国吼断交即个历史诶背景吼，啊嘛是咧讲即个暗杀者吼，伊诶牺牲啊，其实我感觉即个所在，其实伊嘛是要讲咱早前。就是一寡教友，因为着咱台湾诶前途，台湾诶民主吼，啊，因去做，因对着家己对即片土地诶奉献，吼，啊，咱看到即内底即个太平间教会吼，伊是伫咧1865年吼，互就是马雅各宣教师马雅各建立的一个教会，吼，啊，伊也就是讲，伫咧英国长老教会，伊选择伫咧台南府城做着基督教传教的一个中心，吼，啊，因为当时吼，遐迄个地号名就是叫做太平间，就是伫咧高仔底即个所在，吼，啊，嘛是有人会甲太平间教会早前号做高仔底。拜堂，吼啊，过来吼，因为伊是伫咧台南气象局的相对的所在嘛，吼，所以伊中央才有一条小路后，伫咧后来嘛，互人称作太平间街，吼，即个街市啦，吼，恁讲街市吼，所以普遍人拢会讲这是太平间礼拜堂，吼，安尼称呼，啊，这就是早前恁看到的，这就是较早的图，吼，较早的这相片，吼，甲即个时阵的一个对照，吼，好，所以经过差不多是38年的时间哦，都是有一寡牵线，吼。从对迄个看西街，吼，甲旗后，甲二路口，甲丁仔卡，甲迄个太平间，吼，即个所在，就是到落尾是伫咧1902年，吼，就伫咧目前即个所在就安定落来，吼啊，咱伫咧遮会当看到即个太平间教会一个历史，吼，会当讲对人咧讲耶稣信教福音，伫咧迄个时阵对番仔教。互人称作番仔教开始，吼，过来有讲医馆的拜堂、丁仔卡拜堂，吼，啊，搁有耶稣信教台湾府城堂会，吼，啊，搁有二路口的医馆礼拜堂，吼，啊，搁有丁仔卡礼拜堂，吼，啊，搁有1885年，吼，创设的即个台南府城的教会部，吼，啊，一直到1899年安尼。吼，所以这是迄个太平间教会一个历史的演变，吼啊，会用太平间教会即个名是本身伊是府城堂会，啊，过来叫做台南教会，吼，啊，过来普通拢称作太平间教会，吼，一直到即阵就完全咱若咧讲即间教堂，就是太平间教会安尼，吼，啊，咱会当看到伊的建筑的即个特色，吼，伊是即种模仿迄个哥德式的一个建筑安尼吼，啊，所以你会当看到伊是18公尺的即个像讲迄个钟塔的造型，吼，啊，伊是白色的教堂，吼，其实看起来也是真浪漫呐，吼，啊，即个教堂吼，经过已经对1902年吼到即阵，啊，过来伫咧到48年吼，啊，到迄个1950年的时阵吼，这委员吼就是采纳台南工学，伊就是成功大学的迄个毕教授的一个图案，吼啊，正做是即马咱教会的模样，吼啊，即个教会吼，伊是坐东吼啊向西，吼啊，因为当初时考虑到公园路的一个甲伊变垮啦，吼啊，所以又甲正门刷去公园路，所以现主是伫咧公园路，大门是设伫咧西面，西边，所以甲基督的迄个耶稣墓地所在就是耶路撒冷的方向是共款的，吼安尼啊，所以这是下面的这图吼，大家参考看卖，这就是咱的太平间教会。吼，啊，伊诶内部是安尼吼，啊，伊内部一个最大诶特色就是讲，太平间教会吼，伊内底有一座吼中型诶广风琴
即个管风琴呢，是当初时对美国搁来就是安尼一直说到落尾是伫咧迄落东海大学1977年才是互太平印教会来买来即个教堂内底所以恁伫咧图面顶看到的，就是迄落内底一个迄落中型的管风琴好这是教会一个咱教会一个特色。是讲即个时阵咱若是到去即落太平间教会当看到即马拢是有迄落圣诞节的即个气氛，拢有一寡装塔安尼好。其实我个人对即个就是讲，甲宗伊讨论对即个太平间教会一寡感想，搁有我想到的物件，就是伫咧即个文本内底文章内底当然讲到安平的学弟啦有讲到客家迄落萨巴戏员啦迄落伫咧遮嘛是想到内底即个信根牧师就是其实就是咧讲第9届牧师王南吉牧师啦过来伫咧1978年，拄好是迄落中美断交的时阵完成就是设置全台湾第1台100年历史的管风琴搁有伫咧1980年4月2日时阵，高俊明牧师互人掠去关其实即届搁再一次就是讲来用即个文本的角度去看即个圣迄落太平间教会，其实我对着教会的信仰啦对着讲即落教会意义我有无共款的看法，是讲即阵教会可能是人做礼拜堂，也是讲信仰的所在，但是咱伫咧文学地景内底，咱看到即个文学地景，即个教会出现伫咧文学地景内底，我感觉这毋那是一个地景，伊嘛是咱心内的一个风景，而且伊是一个咱会当照着即个地景甲咱心内的灵魂去连接出来的一个交流的一个风景所以我感觉对文本内底去看地景，到咱实际上伫咧现场看即个地景是无共款的因为文学内底是要照着土地即块土吧甲即个伫咧即块土地行大的人伫咧即个土地捌流血流汗的人找着因的灵魂，搁再一届去阅读因的灵魂伫咱即块土地坚持甲牺牲安尼，这是我读到迄个太平间教会一个感受啦搁来刷落来要讲到演讲家演讲家是咧讲迄个民族路的教会，伊其实已经是100多档即内底其实我感觉即个部分就甲头前即个太平间教会文本较无共款的是，伊内底即个主角伊是甲即个牧师做一个特写啦就是讲伊人肥肥喙看看迄落鼻塞塞真敖讲道理安尼啦文章一开始伊就是有讲到即个民族路教会已经是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即个民族路教会伊内底较少去写着即落内底政治的代志伊颠倒是咧写即个牧师真敖讲道但是伫咧即个中路的悲剧发生了后伊煞正做一个无共款的人其实我伫咧即内底我的一个解读是讲伫咧基督的信仰内底其实有当时咱会用咱个人的主义去解读即个教义就是讲咱会就咱
个人内在一寡验证吼，也是讲灵验，是讲有效的物件吼，去感应着这上帝要互咱的即个教义吼。但是看到即个牧师，伊伫咧因囝做即个无应该做的代志吼，伊处心头前，伊是讲哦，这若是讲做即种代志的人吼，应该是安怎？伫咧遮伊讲爱上帝旨意是一眼背一眼，一手背一手，吼。所以大清的人是有做啊，吼。所以咱着大家爱替即个迄落长老紧祈祷，互伊较早恢复的，吼。所以即个牧师是伫咧事件一开始的时阵，伊着大声一直咧骂即个犯罪的凶手，吼。但是伊知影事实了后，伊的讲法佫无共款啦，吼，所以其实这嘛是咧讲咱有当时啊，吼，咱是家己会用家己心内的想法，吼去想迄个上帝的意思，吼，所以过来这迄个牧师发现讲，其实做开枪的人，吼是家己的后生的时阵。伊就搁换一种讲法啊，伊就讲宽容原谅的人有福，吼所以人若甲你显正面的喙皮，吼，你就爱我对倒面的喙皮，吼，搁互伊显，吼大声细声，牵迄落牵长牵短牵短，吼就是安尼比骹画手安尼啦，吼所以牧师其实伊伫咧即个所在吼，头前到后壁两款的讲法吼，其实这也是咧讲咱的信仰吼，有当时啊伤感情化吼这嘛是咧要互咱搁再一次对即个文本，我感觉讲是去找着爱遮尔久的时间吼，有一寡物件是毋是因为咱人的关系，咱个人的关系吼走进去啊，吼，所以。伫咧遮，咱会当搁去思考讲，要安怎甲即个真正的道理，耶稣所讲的真理，搁甲伊找回来，吼。所以这是伫咧民族路教会吼，就是我看到即个文本内底吼所感受到的吼所以后来啊吼有人就讲吼即个礼拜吼，可能是牧师无用无准备吼总是无人知影真正缘故是啥物啦，吼但是因也是足希望讲牧师会当较早，亲像演讲家安尼啦，吼安尼讲道理啦，吼所以即个代志经过了后，牧师的讲道吼，大家都无遐尼感动啦，吼是安怎无遐尼感动我感觉即个物件伫咧文本内底无讲，但是咱来读即个人。特写即个镜头，甲伊放大，摕伫咧即个牧师头前甲后壁，伊的表现，咱都会知影，心内咱家己都有答案，吼这是伫咧民族路教会吼，我读到的，我感受到的，吼好。过来是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是我的共伴就是顾看吼，伊所找到的一寡资料。伊的即个真耶稣教会即个文本吼，伊的写作的动机是，就是咧讲要去暗杀迄个蒋经国吼，即个案件吼这是咧写讲伫咧1970年4月24。蒋经国吼去访问美国的时阵啊，伫咧纽约的迄个饭店的门口吼，互咱台湾的留学美国的博士黄文雄吼枪杀的事件，结果后来无成功吼伫咧戒严的时代啦吼，伊嘛是照着即个文本吼，互咱知影讲，伫咧迄个时代，原来就是看一个影生一个影，迄个年代，风声放映的年代嘛吼，念扣字纸的人吼，都会互认为讲是偷啊咧收集迄共匪的迄传单吼，搁有讲去教堂
吼，祈祷吼，有可能是甲牧师咧暗中咧交结吼，所以连伫咧市场吼食一碗菜仔面，可能嘛会互掠去行吼，这听起来是真罕的真罕的代志啊！但是伫咧迄个时阵，确实吼，就是台湾人生活的日常啦吼啊，所以伫咧遮有一个牺牲者阿明嘛吼啊。嘛是，其实即个文本读到遮嘛是咧甲咱讲，咱台湾有今日的民主，咱会当坐伫咧电视机面头前，也是讲，甚至讲伫咧电视顶管开一个节目来骂总统骂啥物人，啊批评啥物是事，也是讲批评啥物政策，其实这拢是咱的先辈因的牺牲，才有咱即马民主的前途吼啊，所以。我感觉即个文本除了是，互咱看到小说的内容，嘛，互咱会当搁较深沉去思考，现处是甲较早，啊，嘛会当互咱对小说内底的一寡故事的演变，吼，咱会去不管是初想也好，还是去深想也好，拢会去想到较早迄段历史，伫咧咱台湾吼所留落来，毋管是伤，还是讲因牺牲的迄种公益吼，好啊，这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这是文章的人物吼啊，因为这阮三篇文本拢真长吼啊，所以这个部分就互大家做参考吼啊，最后吼互大家看者，就是这是真耶稣教会古早即个图吼，就是伊的相片吼啊，这是早前伫咧迄个健康路哦，伫咧巷仔内的即间教会吼啊。过来是伫咧民族路甲公园路啊，就是讲市立的图书馆带对面遐，吼，即个教堂，吼，安尼。啊，民族路即个会堂第一届改建，吼，啊，这是正式启用的时阵，啊，会友大家伫咧教堂头前，吼，啊，即个部分伫咧文本内底嘛有写着。吼啊！经过市内真耶稣教会，吼嘛是看到厝顶金十字架，吼，这就是伫咧文本内底有出现的，吼好啊，这是文本内底甲实际即卖现况的无共款的所在，吼，这是咱富华共判伊翕的，吼。好啊，这嘛是伫咧文本内底讲头前一个查甫人，吼笑面行来，吼双手铁开，吼拿大只灯饰，吼耶稣顶伫十字架，吼办事，吼欢迎伊，吼伊讲来，吼近主的人有福啊哦，吼啊，其实吼我看即三个文本啊，佮有甲大家做，就是甲阮的即个小组的学员吼做伙来做即个报告的时阵，其实。我最后我的感受是讲，其实文学地景吼，伊就是尤其是作家甲地景写伫文学内底，伊是咱台湾人吼一个集体的记忆啊，就是咱大家的记忆，吼，就是像我头前讲的，不管即马即个所在有伫的无，已经消失啦，吼，也是伊个伫的，但是咱读即个文本，咱个会当去甲。即个记忆共同甲伊找出来，而且咱对较早记录落来的即个文字，其实即个文字就是咱即块土地的符号，就是即块土地的记号，吼，就是即块土地咱爱的即片土地的一个上深的记号，吼，所以只要有地景有文学。吼啊！曾经发生的代志，曾经牺牲的人，曾经发生的美丽的故事也好，悲伤的代志也好，吼，伊就会伫咧咱即块土地的记忆内底，吼，深深互咱思念，吼啊！最后吼，就是因为咱是迄个写单类的
咱是看陈雷的迄个文学地景啊。我就介意陈雷写的即首即个词，就是永远的故乡。吼毋知老师毋知够有时间无？是讲要有，是老师有够有时间，你会使念即首诗。好，迄个。老师，我迄个会当唱第一句袂要紧，我唱第一句好。因为我感觉伊唱可能较好听。伊讲，看到是茫茫的海水，思念是远远的故乡。30年背鸟在流浪。故乡啊，我的故乡，我甲伊改扮一个啦吼。伊讲闻到是芳芳的花味，风吹是静静的故乡。一两丛莲雾在开花，故乡，我的故乡。照着是白白的月光，出日。是美丽的故乡，3、4架稻仔在结穗，故乡啊，我的故乡。听到是滚滚的笑声，做梦是细汉的故乡。5、6只田莺在耍水，故乡啊，我的故乡。踏着是青青的土地，希望。是永远的故乡，每一遍心内在叫你故乡啊，永远的故乡。我相信，不管你去到外远，还是讲你岁月在变，时间在走，不管你外老，我相信咱心内拢有一个故乡，就是台湾这片土地。我今日分享若有较欠缺的所在，则请大家多多指教。我的分享到这，多谢大家，多谢。多谢巫师多谢巫师就丰富的分享。多谢。阿关，请问即摆咱原本的时间是想讲差不多35分，要互观众来问问题。所以即马敢有要进入迄观众的部分？即马嘿，较拄我有看，敢若目前也无啥物问题。毋过我会当个来迄个互大家想一下啉水一下吼，休困一下。我先来个来分享咱台湾博览会，个小解一摆，互大家休喘一下安尼。好，多谢阿关。咱的迄个师资班的同学，若互相有问题，嘛会使互相问吼。因为目前迄个 YouTube 线顶是较无，咱就尽量咱的同学嘛来讨论回应，安尼敢会使？好，会使。好，多谢。同学因伫另外一个即个所在，应该嘛会当听到吼。若是咱马鞍国班的同学有问题，也是要交流嘛，当伫阿关等的分享了的时阵，才做伙来提问。好，多谢。好，大家平安吼。咱即马活动是2024台湾作家系的讲座，单类短篇小说的文学地景第1回，第2回是后礼拜。咱讲者是成大台文系的陈慕真教授，佮有成大台语师资班马雅国的成员。较拄我是听甲啪吼，真正有够精彩的啦！安尼，大家若是个会当个找时间吼，咱这线顶的直播会当个听几落摆哦。后礼拜大台南地区的应该嘛是真精彩，大家会当欢迎过来何位报名来听。咱举办即个活动单位是台湾博览会。台湾博览会为着要陪伴大家吼，会当来练台语、学写台文，所以咱逐个月拢有
专台文的讲座吼，像即马即个讲座，啊，搁有台文课程，搁有台语开讲会，搁有读册会，啊嘛有伫有当时啊有足侪全台湾吼，甚至进前伫美国嘛有哦，若是有活动有市啊吼，拢会看到台文博览会咧摆搭，咧甲逐个互相熟悉，啊搁了解。好，咱今年2024月台文博览会有啥物活动呢？伫即个每个月的第3个拜六，拢有台语过生活台语开讲会。即台语开讲会内底主要有3个讲者来分享因安怎用台语过生活。啊，过来即个月是伫后礼拜12月21礼拜六暗时8点2点钟的时间吼，逐个月拢是第3个礼拜的拜六的暗时8点。啊，你想要来，若是咱的友志有人想要来分享你安怎用台语过生活，你会当来报名来分享吼。啊，过来你若是想要来先听看人安怎分享的，嘛是会使来报名。安尼你就会当知影讲到时阵要去对一个Google Meet的会议室来听。过来就是台语的讲座，咱今年顶半年是陈明仁吼台湾文学，下半年是陈雷的台湾文学，所以咱即马12月有上后尾的陈雷台语文学的2场，上落尾2场吼，大家爱把握时间来参加。就是今仔日台湾时间的下晡1点到3点，啊，搁有后礼拜共款拜六吼，下晡1点到3点。讲者共款是咱的母亲教授，啊，搁有咱新台台语师资班马国的成员吼，真正有够精彩，若无听到有够拍算的哦。过来就是2天后，就是后礼拜1的暗时8点吼，食饱吼，咱忙去感觉就是看电视啊是安怎，咱来学讲要安怎来用找台语即个书店的宝库吼，会当来报名学位，即扫 QR code 就会使。较拄仔咱讲今年下半年7月到12月有逐个月拢有1场单类的台语文学的讲座，啊，咱即马已经准备办煞。头前无听到，毋免去弄壁，无要紧吼。咱会当去台文博览会 YouTube 过来，会当直播迄个频道遐，会当去重复来听吼，听几6摆吼。这有影是真精彩哦，大家会当个详细来了解看卖诶。这就是今仔日的活动讲座，啊，搁有后礼拜诶。过来。咱台文博览会甲台文家私密有合作，互咱来学讲安怎来拍台语，用手机会当来拍台语输入法，啊，搁有安怎用找台语即个网络诶资料库吼，伊毋那只是一个书店哦，内底内容是愈来愈侪吼，啊，毋过要安怎用无要紧，迄个台文家私密发起人虾米吼，免费来甲你教。伫有分客月搁双月，客月的时阵，第3个礼拜拜2暗时8点，就会来学讲台语嘛有音嘛有字哦，要安怎用手机来拍台语。啊，搁来若是双月的第3礼拜拜1暗时8点，会当来学讲，要安怎用即个找台语的书店呢？大家当来即个听看卖诶吼，啊来学习会进步足侪哦。过来就是台文诶读册会，台文博览会诶读册会伫逐个月诶第2个礼拜搁第4个礼拜拜1暗时8点，2点钟来读。即马咧读陈明仁台语文学选。过来就是拜3个暗时8点半到10点半有找台语读册会，即拢是咧读白话字的文献，目前是咧读富城教会公报哦，内底有即侪
即久进前诶人是安怎咧生活，因诶来用白话字写啥物真趣味吼，逐个当来参加来学咱诶白话字，阁有知影咱台湾诶代志。台语诶课程就是有罗马字诶读写，目前是咧办基础班，阁有单类台语文学选诶精导式诶读册班。后一期呢，按算是3月诶时阵会开课。若要知影相关诶信息，请注意来看台湾博览会诶面册的网页，阁有 IG 吼等等诶，内底有到时阵诶2月诶时阵会有简章会当互大家来报名。台湾博览会贸协办老台语瑞士台语社诶5个读册会，即5个读册会有头前3个台湾念歌读册会、单类台语文学读册会，佮有单名人台语文学读册会，拢是逐礼拜头一摆。若是俗语读册会，佮有绘本读册会是逐个月一摆。俗语读册会是要读咱小辣里先生吼，迄个台湾俗语盐酸甜吼，逐个会当去瑞士台语社诶卖种页来了解相关诶信息。若是想要了解台湾博览会诶有啥物活动吼，有啥物好康诶，咱就来扫这 QR code 就会当知影吼。好，安尼台湾博览会小概我就写到遮。目前咱诶YouTube 诶内底呢，也无讲到啥物问题，还是回应，无我会当先讲无，还是讲目前教授即马有想要讲啥无？阿关，就是你欢迎你会当先讲，会当针对今仔日4位老师因的报告，嘛会当提供一寡意见，互因，也是互阮做参考。所以欢迎你提供你的意见，多谢。好，多谢。我是感觉讲真感动，因为咱陈瑞生伊讲称呼伊陈瑞生，毋通称呼伊老师，因为伊毋是老师。我真感动，就是陈瑞生的作品会当互大家遮斟酌去读，而且佮大家延伸出来去看咱的伊内底讲着啥物地景，佮延伸出来，甚至有七里亚的创作，佮有讲着即侪咱台湾咱安怎去认捌咱的土地，佮有讲着陈瑞生安怎去呈现咱台湾人的一寡代志，真正是有够赞。我推荐咱线顶的朋友会当到顺达即个 YouTube 的网站，佮分享出去，互愈侪人会当来听，因为就是希望讲陈瑞生的作品会当佮有二创出去，佮有像咱安尼去行搭，会当佮佮较深来了解。像进前旧年3月的时阵，瑞士台语社嘛有甲咱单位台语文学读册会，迄个时阮是去行较就是恁后礼拜会报告到的，较台南市外去看讲解，佮有陈瑞生讲到的编报组诶人过去的一寡地点吼，所以我是真期待后礼拜会当来听。阮进前有简单的相片，佮有简单的记录报道是伫瑞士台语社的面册卖种页馆顶吼，也有写，大家会当去看。好，针对较多迄个报告内底，我简单讲2个就好啊。就是若是讲到清国即个名称的时阵，陈瑞生恁会当看伊的作品内底是写清国还是清帝国，伊袂写清朝。过来第二个就是日日春即个花到底是啥物花吼？我看我进前读册会记录，我较多去听进前阮陈瑞生伊来的时阵，来参加阮的读册会时阵的录影，伊是讲这是日日春，就是迄个时阵陈瑞生伊的描述，就是讲即个叶啊，伊有一种怪味，有草青现的味，这是叫做日日春。所以敢若毋是另外一种较多讲的迄个花，佮有即个花日日春，伊就是有足侪色，有粉色啊、白色，还是讲红色各种色嘿。迄个时阵陈瑞生是安尼咧讲的，所以我是简单的讲即2个部分。其他过来就是咱师资班的成员若有想要回应别组的吼，咱就会当讲者。
西老师，你敢是有要补充？好，老师，我有听到我的声音吼？有，最清楚，你请讲。好，老师，我会当补充啦吼，就是讲，我要补充的所在是讲，其实我头拄仔有一个所在是讲，我对着就是基督信仰，啊，搁有迄伫咱即片土地的一个启示就对啊，吼，就是我其实感觉讲，伫个基督信仰内底，就是我啦，我家己的感受，我嘛是要甲大家分享讲，其实我是学台语吼，了后吼，才真做基督徒的。因为我感觉伫个咱咧读早前老师阮拄仔来成大的时阵，吼啊，阮读迄个老师教阮的迄个台湾的迄个应该是讲台湾的迄个早期的迄个文选嘛，啊内底有一寡就是用白话字写的，像迄一寡牧师写一寡物件，其实我早前吼伫个教会内底，就是我拢无受洗礼啦，啊我是敢若是牧道者安尼尔，但是因为我因为就是读台语，啊我接触着一寡，比如讲读着二八事件较深的历史，因为我家己吼是无读过台湾历史，我是做老师了后，我较家己去读，我较读台湾历史，而且我读了嘛无够深，我是真正来到成大，啊我真正去好好啊去看即寡资料，啊内底有真侪，像讲咱今日分享的这教会啊，就是内底有嘛是有讲到迄个台南神学，其实施明德先生伊就是伫咧倒位去用掠着，就是去伫咧台南神学伊附近呐，吼啊，比如讲遮个牧师啊，是讲遮个前辈吼，因其实拢甲基督教拢有一寡关系，所以我就感觉讲，其实基督教伫咧台湾的意义吼，毋是干那互咱的人接受即个耶稣的迄个信仰尔，其实是为咱带来知识，而且甲互咱的知识会当开阔哦，啊，佮有了解讲啥物是即片土地，就是讲人权宣言内底，就是讲咱是人，咱就有法即片土地，吼，咱就家己，咱即片土地人，咱就有自决的迄个权利，吼啊，所以伫咧即内底，我感觉讲台湾独立吼。其实就是台湾的福音啊，所以咱遮的牺牲者，比如讲牧师也好啦，是讲遮的会友也好啦，吼，因的牺牲，其实就是一种传道，吼啊，所以我毋知影陈瑞先生伊是毋是基督徒，但是我感觉伊会当伫咧即个文本内底，伊记录伫咧当初是。伫咧教会发生的代志，啊，佮有要互咱对教会去了解，咱较早无看过诶历史，我感觉即个文学地景的意义伫咧遮，吼啊，所以因为即个原因啦，吼，所以我伫咧今年嘛受洗礼，而且我受洗礼的所在吼，是伫咧海边受海水的洗礼。因为吼，我是彰化海口遐个人，我感觉我的使命就是对即个土地的海，吼，阮爸母互我，上帝互我的，啊，所以我要受洗咧，我生命的重新开始，我嘛要伫咧海水内底，啊，甲家己讲，对学台语，佮对重新认捌土地，啊，佮对重新找着家己的信仰，其实。即片土地，互我的哦，就是我，就是上帝互咱上澎湃的祝福，吼啊！所以我感觉较早啦，吼，就是讲较早我做一个老师，我真正我是教国文嘛，啊，我佮教家政，啊，我拢有当时拢会有无力感啊，吼，其实教久你就无使命感啊，因为我较早伫咧20几岁之前，我感觉我是中国人啊。老师我有讲过，但是我即马教台语，我有一种甲耶稣，我无遐伟大，但是我感觉我会当感受到耶稣派死你家，就是讲有责任
要来完成，要做啥物事工，有一个目标啊，要安怎做，而且这件代志是会当做到你生命结束为止。嘿，啊，若是真正会用的，看会当个像会当像单位先生咧，嘛是甲我故乡，因为我故乡是伫个做业贴的所在，是伫个海口。我讲的即个乡镇的名，可能恁大家拢毋知影，我是大城遐的人，但是伊叫做大城，无人知影。但是我嘛希望讲，要学单位先生，我日后我写字，我创作，我要嘛是要甲我故乡的地景写落来，而且我嘛要互人知影讲，台湾有即个所在，而且即个所在是我大汉的所在，而且即个所在嘛是伫咧台湾一个咱台湾的迄个。先民过湖水沟来到遮，经着咱台湾即个土地啊，即个土地有足侪苦难的哦。比如讲，较早咱的传染病，有马拉利亚，有科勒拉，有啥物，啊，到个 COVID-19， 但是咱的前辈咱的先民拢无放弃台湾这片土地，甲迄个咱读着就是我有一句话拄啊伤紧张袂记讲，就是迄篇暗杀者内底伊就有写讲。有人伤害我的土地，我要甲伊的手骨掠咧，毋互伊伤害。有人甲阮的百姓顶石头，我要甲伊的手骨掠咧，毋互顶石头。有人甲阮的国家请落古井，我要甲伊的手骨掠咧，毋互伊请。啊，伊的祈求就讲主啊，请你用你的旗。想使敬畏你的人，通为真理压起来，压起来伊拢无听到，所以伊讲主伫咱无看到的时，伊会互咱目睭；伫咱无听到的时，伊会互咱耳孔；伫咱丢毒惊吓的时，请你互阮勇气甲智慧。伊甲阿明安尼讲，我感觉即个勇气甲智慧，佮有丢毒甲惊吓。我感觉嘛是，咱即马伫咧台语即个处境内底，咱面对足侪人要来甲咱攻击，也是讲用因有限的认捌，要来理解即片土地的一切。我感觉伫咧遮，咱拢是应该。我感觉主会互咱目睭，你看咱的目睭看到较早无看过即寡文献。即马我已经捌字啊，我会晓白话字啊，我嘛会晓罗马字啊，我嘛会晓汉字啊，而且我字佫捌较深啊。我较早是台语的市民，但是我即马有目睭啊，而且我即马你看我听到的是台语的消息，对毋对？我已经有耳孔啊。我较早伫咧读国文系时，我想要学台语，但是我找无路，我毋知影啥物人会当我会晓讲台语，我自细汉袂晓讲华语，干那会晓讲台语尔，甲我的阿嬷阿祖啊。但是即马我会丢拄甲惊吓，那干那来到城台即个所在，有足侪人甲我做伴，佮有足侪老师，一寡有力的人会当互我力量，互我资源。所以我即马是会甲阿明讲嘛，牧师甲阿明讲，你着耐心等候主的安排。所以我即嘛是耐心咧等主的安排，嘿，所以我真欢喜今日会当有机会来讲地景。虽然讲阮的文本是伤长，无法度通像安尼逐句去甲大家讲，但是我甲我的感情佮有感动，想要传达互大家，互大家会知影讲一个所在，咱写落来是文学以外，同一个时间，即个文学嘛会真做咱大家记忆，爱传承落来。重要的是，迄个文字、迄个语言是用啥物？这就是咱的文化、咱的土地，咱的土肉、咱的灵魂。安尼，老师我会分享到遮。老师，多谢吴师老师的分享我嘛最感动的，就是听到伊对台语文重新来敲锤伊的信仰，甲土地的连结。佮有伊对单位文学书写着遮个地景，伊的感受我足感动，嘛足多谢台文博览会即届互阮台语师资班、网仔国班有安尼个机会，会使透过即个主题，佮再一届来读单位的作品，来敲锤单位所书写的台南的地景。多谢台文博览会，安尼因为已经超过时间，所以就交互阿关来做结尾。多谢。不要紧吼，咱即马多谢无尽，多谢
各位先进，即马就是迄个 YouTube 有一个人问问题，咱是毋大家回应一下，就是讲，请问为虾米要学台文学，要学地景咧？有虾米帮助？嘿，请问即个问题，虾米人会当来跟咱分享？歹势，阿官，我遮有较差，你讲迄个观众的问题是讲是安怎要来读单类的地景，敢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啥怎要学台文学，佮一个是啥怎要学地景，安尼。台文学是台湾文学，敢是？台文学，台文学。请问为虾米要学台文学，要学地景？呢，有虾米帮助？因为就是我较无了解即个观众伊的问题吼，但是就是讲，这应该是即马阮就讲咱伫台湾吼，咱过去其实无机会读台湾文学，就是台湾历史政治的因素过去，敢若中国文学吼，咱学生读的也是伫学校体系读的拢是中国文学。但是伫民主化以后，有台湾文学啊，所以嘛开始关心着台湾这片土地的作家、书写的人啊、地理，也是伊的故事、因的感情、因的性格，甲因的价值观啊，所以这是每一个国家拢会读因的文学，这应该是足自然，嘛是足合理的吼。比如讲日本人会读日本的文学，美国人会读美国的文学。所以伫咱台湾读台湾文学，也是讲伫学院内底有台湾文学诶系数，这嘛是足自然诶。地景诶部分是因为阮在读单类诶文学作品诶时阵，有发现着台南诶地景是伊诶文学内底足大诶一个特色。当然，单类诶文学佫有足侪足丰富诶特色，但是地景诶描写是其中一项。所以，阮特别从这个地景的部分揪出来，整做一个主题，透过读文本，佮有去实际上这个文学的地景的所在行踏，来进一步认捌单类的文学。所以我以上做安尼的简单的回复。多谢无真，咱这位山顶的友志有补充讲，伊是想要问讲，地景对台湾文学。台湾文吼有啥物帮助？学地景的这部分。学地景对台湾文有啥物帮助？吼，这当然有足大的帮助。或者伫后礼拜的时阵，咱有较侪的时间会当来讨论。简单来讲，就是咱过去你即马所写的这个台湾文吼，就是讲台湾以台语文。还是客语文、原住民语文来书写这个意识的体系内底，其实是早期一直是互人暗藏的，所以包括这个台湾文学也是台语文内底所有的空间内底，当然就包括地景。所以咱若是了解迄个地景，因为咱即马看到的地景，比如讲伫台南市，咱看到的地景，足侪是甲早期已经无共款，这个地理的条件会一直改变。会对着无共的执政者还是殖民者会来改变，所以咱读文学作品，特别是台语文学内底的地景，第一会当帮助咱了解过去这个土地实际上伊的情形，伊顶面伊的地理的光景，还是人的流动、人的个性发生的代志等等，所以这其实文学的地景是。整个的文学一个足重要，因为就是文学的空间所以对地景的了解，当然会当帮助咱对文本的了解，佮对规个台湾文学的了解，会当更较深入。好我简单补充到这。好，多谢无真教授，咱后礼拜欢迎大家过来听第2回哦，应该是佫有精彩，会当佫有更加精彩讨论，佫有补充一个，就是陈律师伊毋是基督徒。
好，咱即马今仔日的山顶活动就到遮，咱感谢巫师、招魂、英儒，还有安尼，佮有无真教授，咱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大家山顶这个再会，多谢。多谢阿关，嘛多谢今仔日报告的四位老师，多谢国芬老师，再会，招魂老师，甲巫师老师，好，大家再会，再会。